你身上，一定很好看。好喜欢呢！哎，跟你说，这个帽子也超可爱的，你看，真的耶，这双好像也不错哎。哦，好多衣服哦！你们礼拜日爱去哪了？礼拜日爱去哪了？阿弟姑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在教我们客家话？没错，我刚刚说礼拜日爱去哪了，就是问你们星期天要去哪里玩的意思。我看你们那么多衣服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啊？没错，星期天是1年1度的魔法嘉年华啊，里面的夜市有我最喜欢吃的蛋糕，还有甜甜的棉花糖，再撒上一点魔法粉，就会变很多很多颜色哦。哎呀，好想要赶快去嘉年华夜市哦！哦，哆瑞咪精灵，原来吉祥爱去老鸭丝哎，吉祥爱去老鸭丝哎，是在说他想去逛夜市吗？很强哦，没错。所以芝芝精灵，你就可以说爱上爱去老鸭丝哎，很强哦。叽里呱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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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里呱啦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对啊，我也想听。啊，我们在跟阿弟姑学客语啦！跟你们说，学客语超好玩的耶！对，阿弟姑，你有空吗？这客家话怎么说啊？有喊么？有喊嘛？没错。悠悠们，叽里呱啦精灵，礼拜天，有喊嘛？有喊么？我猜啊，哆瑞咪精灵是在跟悠悠妹还有叽里呱啦精灵说，你们有没有空啊？没错，很强哦。有喊么？就是你有空吗的意思。小松问你们两个，礼拜天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嘉年华呀？好啊，那我们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过我要穿什么衣服啊？哎，优妹，你记得我去年穿什么衣服吗？叽里呱啦精灵又在叽里呱啦了。我们继续来挑衣服啊，不然我们去逛街啊，逛街。啊，穿黄色的好了啦，黄色的最亮眼，一穿出去是整个嘉年华的焦点，叽里呱啦。然后要再戴一个高高的帽子，这样是不是超棒的？人类，奶油喊啊，等等我啊！礼拜日爱去哪了？星期天要去哪里玩？吉祥爱去老鸭丝哎，意思就是他想要去逛夜市。有喊么？意思就是你有空吗？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很强哦！马吉，我系唔嘅马吉，马吉，唔系我嘅马吉，马吉，有眼神嘅心，有冇强样嘅甜蜜，从远去拜娘强哈，有香有娘叫嘅好米西，快乐嘅宝贝是彩灯下强下从我强下高了，永久都系马吉，我系唔嘅马吉，唔系我嘅马吉，当伊都同爱上通强下高升起，从远去拜娘强下，有香有娘求嘅好米西，快乐嘅宝贝是彩灯下。马吉，唔系我嘅马吉，